这个男人只是喝了一口水，就被一股力量瞬间传送到了沙漠，嘴里的水也变成了沙子。他一脸懵逼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为了活命，他只想尽快走出沙漠。历经9981难，男人终于发现了一片绿洲。口干舌燥的他看到清澈的河水，就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，捧起水就喝。可下一秒，他又被传送到了沙漠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难道大白天见鬼了吗？男人彻底崩溃了，看着荒无人烟的沙漠，只能继续上路。穿过戈壁高山，男人再次来到了绿洲，不过这一次没有停下喝水，他觉得这里的水一定有问题，直接趟了过去。终于他来到了马路边，伸手拦下了一辆车，司机看他狼狈的样子，就好心给了他一瓶水。男人想都没想就喝了下去，结果再次被传送到沙漠，瓶子里的水也全变成了沙子。看来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不到终点一定要压制欲望。他再次艰难地来到公路上，拦下了之前的那辆车。这次他拒绝了司机的好意，没有再喝水。果然他这一次终于成功到家。男人高兴坏了，本想躺在沙发上安心睡一觉，可听到水龙头滴水的声音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立马接了一大杯水，还放上了冰块。不让我喝，我看看总行了吧？算了，我就当一回舔狗可以吧？于是他小心地用手蘸了一点水放进嘴里。就在他以为要被传送到沙漠的时候，周围却没有任何变化。男人十分意外，然后重复刚才的动作，使劲地蹭水喝。这还不过瘾，最后直接端起杯子一饮而尽。爽，太爽了！这下男人感觉诅咒已经消失了，他开心地冲进游泳池，可还没等男人好好享受，下一秒直接从沙漠里醒来。男人欲哭无泪，没想到诅咒又生效了。他又历经了9981难，终于来到城市。他无助地蹲在路边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曾经有乞丐向自己要水喝，可自己却无情地拒绝了他。难道诅咒是这么来的吗？这时一个靓女牵着小狗路过。 Excuse me, ma'am. Can I have some water? I'm sorry, it's for my dog. Try a bathroom. 说完，女人就和小狗一起消失了。男人终于露出笑容，没错，他的诅咒被解除了，而女人被传送到沙漠，继承了男人的诅咒，开始无限循环。